换了。你们等一下哈，刚开始的时候哈，有没有？来，各位小朋友，刚开始了，哇，好一拿好嗨，我们会一起来，因为我们现在听出来了，啊，来。你说前奏啊？对，前奏，来。前奏 ，intro 那边 ，intro。好一拿，我们会跟着来，是吧？然后慢慢走。好一拿，好嗨呀，好一拿呀，好嗨呀，啦啦啦啦啦，好嗨呀，好嗨呀。从这里开始用后面接，哒啦啦的，我们都不唱，后面会接。好了，再一次来这样，谢谢。好一拿，好嗨呀，好一拿，好嗨呀，啦啦啦啦，好嗨呀，好嗨呀。那路啊，好嗨呀！好 ，OK， 就这样哈，谢谢。来，吹摸广喜。哎，对，在里面唱啊，好嗨呀，我们再走出来那一段再走出来。哪路啊？那个地方我就会走出来。前奏嘛，对。好了，天天摸广。好。天天摸广的咬音，前面出来。没有啊，就已经在这了。现场了，我们连唱两首吗？没有，没有。我们出来一样是这样。我唱成员唱完，对，他会邀请我会邀请你们，邀请你的时候哈，我说好，我们有特别出场次序，哎，我就会退回去，啊。那我们要先请会示范一下。啊，我说好，我进去请所有的演唱者来出场啊，这样。那一样出场。哎，然后我说我进去的时候，你们就可以开始音乐就拉。我们走一届。走一遍啊，好。唱完。啊，我的成员唱完了，好，哎，我会。